继续要来提醒着咱的青年朋友，唔通靠说家己少年，这个感情都袂找上门。国健署的统计，台湾平均每10个感情的患者，都有一个是20岁到44岁青年，其中上侪就是少年女性得乳癌。 唔是用年岁啊，才会得到癌症做化疗、动手术。国健署统计，台湾2016年全国得到癌症数字是105000外个人，20到44岁青年就18000外个人，也就是平均每10个癌症的患者就有一个是青年。第一个就是烟，那还有这个酒。 那还有这个不均衡的这个饮食，不健康的饮食，那还有缺乏运动，环境里面的所谓的塑化剂的一个暴露，那环境里面的，比方说，是不是在空气的这个所谓的污染的一个部分？青年致癌的排名，第一名是女性乳癌，再来是甲状腺癌、大肠癌。意思讲，袂少45岁以下的民众，因为讲少年都被得到癌症，无体检的观念。 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迷思，说乳癌的筛检是45岁到69岁2年做一次乳房摄影检查，所以这个是对那些完全没有症状的，已经是接近40岁以上年龄层的筛检政策。可是我们要了解，台湾的乳癌既然这么年轻，就是不是一个很罕见的状态。 市面上一般的劳工健康检查，大部分拢无包括癌症的体检，健保无补助，因此民众也必须要自费。癌症甲家族史、食食的习惯，也佮有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。特别要提醒青壮年，千万唔能靠说少年，要疏忽癌症的体检。